大家好，歡迎今日嚟到呢度收睇我哋聽下我哋ALC 美國投資移民區域中心為大家分享一下美國移民之前美國嘅資產規劃同埋稅務嘅問題嘅。咁今個講座咧，最主要我哋都係提供一啲資訊嘅性質咁所以就並不構成任何法律或者財務上或者稅務上嘅一啲嘅意見純粹係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咁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都係香港出世，但係就移咗民去美國都有20年。咁我係香港、美國同埋英國嘅執業律師啦。咁我而家係香港ALC 香港區辦事處嘅業務總監咁呢個就係我少少嘅背景。咁首先如果你話美國嘅資產規劃啦，移民之前稅務嗰方面啦，咁我哋就會去返一個最基礎嘅一個問題先咁你移民之前去美國首先要考慮就係有啲咩人需要交美國嘅稅咁因為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喺安排稅務嗰方面咧，你啲資金可能轉移咗去一個原來佢本身都係需要交美國稅嘅人咧，咁就會變成你嘅資產咧就冇辦法可以減低到，甚至乎可能避免到美國嘅一啲嘅稅務。咁基本上有4類人士咧係需要交美國嘅稅咁呢4類人士咧，咁第一就係美國嘅綠卡持有人或者美國公民啦，呢個就好簡單，只要你係攞咗綠卡基本上你第一日你就要有一個全球徵稅嘅問題。第二咧就係身處喺美國居住外籍人士，咁呢個有一個日期嘅規定嘅，就係1年如果超過183日，或者用一個3年嘅計算方式亦都係超過183日咧，佢就屬於一個美國嘅稅務嘅居民，咁亦都會牽涉到一個全球嘅徵稅。第三咧就係喺美國擁有美國資產嘅外籍人士咁呢個美國擁有美國資產嘅外籍人士咧，佢只要係牽涉到喺美國資產本土裏邊嘅稅務如果佢本身冇住滿183日，亦都唔係一個準備係一個綠卡嘅居民咧，基本上佢就唔會有全球徵稅呢個問題。第四咧就係收入來源係嚟自美國嘅外籍人士咁呢個係咩意思咧？就係話譬如話我係去到美國度打工啦咁但係我亦都有啲收入嘅符合到喺法例上嘅要求係屬於你嘅資金來源咧收入嘅來源係嚟自美國咧。雖然你住喺可能係唔係喺美國，或者你係一個外國籍嘅人，你都會有一個收入稅嗰度要申報嘅咁呢4類人士咧就係咧需要有牽涉到美國嘅稅務。咁牽涉到美國嘅稅務咧，就係大家做資產規劃嘅時候咧，一定要諗清楚你哋嘅資產會唔會將來係落到呢4類人士手上盡量我哋去做資產規劃之前咧，一定要考慮到唔好落到呢4類人士手上，咁你就可以好安全咁樣避免到一部分甚至乎大部分美國嘅稅務。咁我呢度特別就講一講頭先所講嘅第2個條件啦，就係美國居住183日呢個條件。呢個183日嘅條件係乜嘢咧？就係如果你稅務年，即係話譬如話我今年2025年，我喺美國居住咗滿183日，你就係今年你就要交呢個美國嘅稅，亦都係一個全球徵稅。第二咧計算方法咧就係用3年時間去計嘅，今年咧係計算100%。上一年咧就係計算1/3，就係再前一年咧就計算1/6。如果呢3個時間加埋你嘅居住或者逗留喺美國嘅時間咧，亦都係多過183日咧，你喺今年咧，你亦都係屬於一個美國嘅稅務居民，亦都會牽涉到一個全球徵稅呢個問題咁呢個就係簡單我哋去介紹一下點樣去解釋就係呢一個稅務居民呢個喺美國逗留嘅時間去計算嘅方法。咁呢個當然就會牽涉到一啲比較複雜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大概嘅情況，大家有一個概念喺個腦度就 OK 㗎啦。呢個有一個好簡單嘅圖咧，其實就係基本上佢點樣去決定咗
你係咪一個美國嘅稅務居民嚇？咁你如果你係咪美國公民或者美國綠卡？如果係，你就係美國稅務居民，就有全球徵稅。第二，你有冇頭先我講嘅住滿183日？如果有，你就係美國稅務居民，就係全球徵稅。冇，咁就要睇下你有冇美國嘅資產喺美國。如果有嘅話，只係美國嘅資產係需要有一個全球徵稅，但係冇呢個你個人喺海外嘅收入咧，就唔需要牽涉到美國嘅稅務。第三就係喺你第四就係你喺美國有冇呢個收入嚇，有呢個收入，而呢個收入嘅來源咧係嚟自美國嘅話咧，呢個收入咧亦都會有一個income tax 呢個情況嚇。如果呢4個情況都冇咧，咁你就應該係好安全，你就唔會有牽涉到美國嘅稅務嘅問題。咁我頭先所講美國嘅稅務係啲乜嘢咧？就唔係話我哋去旅行去美國買嘢嗰啲銷售稅咁簡單，而係最主要就係牽涉到移民之前咧，大部分嘅客人咧都會擔心嘅就係我以下落嚟講嗰3類嘅主要嘅稅務。嗱，主要嘅3項嘅稅務係啲乜嘢咧？第一就係美國嘅入息稅嚇，呢個就係一個喺美國打工或者你係美國居民或者美國綠卡。只要我係喺全球有呢個收入，基本上咧你就要牽涉到呢一個稅率嘅。咁大家喺度睇到咧，其實美國嘅稅率好多人都會話，喂，美國嘅稅好高啊！咁但係實際咧，你會睇翻咧，美國嘅稅率雖然係最高係會好高啊，37%，呢個係聯邦稅啊，未牽涉到你哋嘅州政府方面。如果牽涉埋州政府，可能要去到40%幾。咁其實40%幾咧，好多地區都有嘅，喺歐美國家，譬如話英國啊，甚至乎加拿大啊、澳洲都會有。咁但係美國嘅個人入息稅咧，佢嘅稅率咧同埋嗰個稅基咧，相對嚟講咧彈性係好大嘅。你會睇到呢度咧，基本上係有幾個 range 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如果你話我收入係去到個人係到626000幾美金以上嘅，咁你先至會牽涉到有37%嘅稅。唔係話我有啲聽到人哋講美國嘅稅好貴啊，我一出糧我就一交稅就要交40%，唔係嘅，你係要去到某一個數字，你先至要交嗰個百分比嘅稅。咁所以點解你好多時會聽到話喺美國好多人我寧願唔 OT 啊，我唔工作啊，你俾錢我都唔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可能突然之間去到上個第2個 step， 佢要交嘅稅可能由12跳到去22，交咗10%，我寧願唔做嗰幾個鐘咁我就 keep 住我個收入，可能喺第2個街嗰度就係11900幾至4萬幾蚊，48000幾蚊美金咁我交嘅稅就係12%咁如果你 keep 住，其實喺美國一般嚟講，大部分嘅居民咧，平均嘅收入咧都係喺第2嗰個階段嘅啫去到第3、第4個階段咧，亦都唔會佔好多。咁你會睇到其實嗰個稅率咧都係大約10%幾至20幾相對嚟講咧，亦都唔算係真係好高嘅。咁另外咧就係最主要就係呢一個就係大部分嘅移民嘅客人啦，佢哋最擔心咧就係咩咧？就係資產增值稅。因為資產增值稅咧，亦都會包括佢哋喺攞綠卡之前手上嘅資產只要你攞綠卡之後手上嘅資產有增值增值嗰部分我係講緊增值嗰部分，就要牽涉到呢個稅嘅問題。咁當然啦，譬如話你有一啲嘅銀行嘅帳戶或者一啲嘅儲蓄或者甚至乎一啲嘅定期咁相對嚟講嗰個增值嘅部分係好低嘅。咁但係最主要就係一啲嘅投資啦，一啲房地產啦，或者一啲上市公司嘅股票啦，一啲嘅 option 俾咗你，可能未來佢個增值嘅幅度可能好高嘅。咁呢個情況下咧，佢就要需要做一啲嘅資產規劃避免咗呢個資產增值稅。當佢攞咗綠卡之後，咁你會睇到嗰個資產增值稅咧，美國咧主要係分為我哋叫做1年之內嘅投資，即係我哋叫做 short term 另外一種叫 long term。short term 就係1年之內投資，你只要將嗰個資產去realize 咗佢，即係話我哋去套現咗佢咧，咁基本上佢個收入咧就會放落你嗰個人入息稅裏邊計算。但係如果你係多過1年，我哋叫做 long term 嘅投資咧，咁就會變咗咧就會有一個稅率，就係由0至到20%咁呢個咧就會係睇翻你哋增值嗰部分係幾多咁呢個就係資產增值稅嘅問題。第3咧就係呢個遺產稅啦。美國嘅個人遺產稅咧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免稅額，相對於譬如話英國甚至乎澳洲咧係應該係完全係好大嘅差距。因為美國嘅個人嘅免稅額遺產稅
喺今年咧已經係去到1399萬。咁即係話你如果嘅遺產係少過1399萬美金，你係唔需要交遺產稅。如果夫妻嘅話咧就有乘二，就差唔多係2800萬。咁所以呢個係美金嚟嘅。咁你多過呢個數先至要需要有遺產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就係所有啲投資人或者我哋啲移民嗰啲客戶，佢哋嘅資產值可能有3-4千萬美金以上咧，我哋先至會牽涉到遺產稅。如果牽涉到遺產稅咧，喺嗰個遺產嗰個喺個資產嘅規劃嗰度咧，就可能會做一啲比較複雜啲嘅規劃，例如一啲嘅信託啦，或者海外嘅信託啦，咁佢就會將佢嘅資產喺佢攞綠卡之前咧，就做定一啲嘅規劃，去撥咗一啲部分嘅資產去咗個信託嗰度，然後將呢個信託持有，咁就變咗將來就唔會變成佢嘅遺產。咁就相對嚟講咧，佢個遺產稅就會減低。咁呢個就係美國嘅遺產稅裏邊嘅最基本嘅情況。就最主要一點就係有個好處就係佢嘅遺產稅免稅額咧係好高，係1399萬美金。咁頭先講完嗰3項主要嘅稅項啦，就係你稅務居民啦，咩情況係稅務居民啦？第二就係你喺咩情況之下要交稅啦？咁第三就係有交邊幾樣稅啦？入息稅啦、資產增值稅啦同埋遺產稅。我個人認為咧，最主要嗰部分咧就應該係資產增值稅。如果再資產值更高嗰一類別嘅客人咧，就要考慮埋個遺產稅嘅問題。咁我哋用啲咩方法可以去減少或者避免咗呢啲嘅稅項咧？其實係有一啲嘅方法嘅。咁第一咧個方法就係乜嘢咧？就係呢個係最簡單亦都係我成日都建議客人去做，因為呢個成本係基本上係冇乜成本就係，但係呢啲情況咧一定要係喺你攞綠卡之前去做就係將部分嘅資產去套現。套現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我今日譬如話我揸住港交所嘅股票我係100蚊買嘅而家應該好似我應該係370幾啩咁如果100蚊買落，我370幾我攞咗綠卡之後，我先至去放咗呢啲股票，我就賺咗200幾蚊咁呢一個增值嘅部分咧就需要交稅。但係如果我喺攞綠卡之前極端啲講可能我上飛機前諗住過去 land 啦，我就上飛機之前，我將呢個港交所嘅股票全部賣咗佢。咁呢一刻你賺到嘅錢咧，完全係唔需要俾呢個資產增值稅，因為你仲未係美國嘅居民。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你就將佢變成一啲現金咁呢度就可以避免咗。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另外一種方法就係話，我亦都想持有呢啲股票喎，咁點啊？你咪可以將佢放咗佢之後，再買翻入嚟。咁係點解咧？因為個資產增值稅咧係計算你我哋嘅成本再增值嗰部分。你只要將個成本轉移咗去變成一個更高嘅成本，但係實質你係一個轉移嘅啫，因為你已經套現咗咁所以轉移咗一個最高嘅成本嘅情況下咧，你個成本高咗，你將來增值嘅部分就會少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咁呢個就係一個少少就基本上就冇乜成本嘅方法，亦都可以幫一啲嘅移民去美國嘅投資人啦，或者我哋嘅客人就可以點樣可以避免咗將來嘅資產增值稅。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亦都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啦。咁就係將你嘅資產喺你攞綠卡之前轉移咗俾你一啲嘅信得過嘅親戚朋友或者當然係父母或者兄弟咁樣。咁你轉移咗俾佢嘅情況下咧，因為大部分嘅國家目前譬如話主要係香港啦，或者中國大陸咧，咁佢係冇呢個贈與稅。咁你冇贈與稅嘅情況下，我贈與咗俾我嘅爸爸媽媽咁佢就係繼續持有呢個資金咁呢個亦都唔會牽涉到你未來有呢個贈與稅嘅問題。咁你攞到綠卡之後將來好幾年之後，你爸爸媽媽可以將呢啲錢再贈與翻俾你。咁贈與翻俾你嘅時候就係佢因為佢唔係一個美國居民或者公民，咁即係情況下佢哋亦都唔會有呢個增值稅嘅問題。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另外就係呢個轉移咧，亦都可以係安排到就係乜嘢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一啲客人去做資產嘅一個繼承咧。你其實唔係一定要等到百年歸老嗰一日先至去繼承嘅。喺你仍然在生嘅時候，你可以將某部分嘅資產咧，可以轉移咗俾你將來一啲嘅受益人咁呢個亦都會減低咗一個未來一啲嘅
我哋遺產認證啦，去做嗰啲 probate 啊嗰啲咁嘅認證嗰啲情況咁呢個亦都係對個投資將來嘅稅務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呢啲都係啲好簡單直接嘅方法亦都係個成本咧相對比較低嘅。咁第三個情況啦，咁呢個就會相對嚟講就係一啲比較複雜嘅情況，就係你嘅資產相對比較高亦都會未來嗰啲資產唔會咁快去套現嘅我將會係做一個好長遠嘅比較規劃，去令到我哋啲仔仔女女子子孫孫後人咧就可以繼續去享受到我哋嘅資產。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你就可能要成立一啲嘅信託一般嚟講咧，信託咧就分為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可以撤銷嘅信託，另一類咧就係唔可以撤銷嘅信託。可以撤銷嘅信託咧，一般咧就係主要係用嚟避免咗呢個遺產嘅認證其實唔可以撤銷嘅信託，一般都係叫做 living trust 啦。好多嘅喺美國家庭啦，佢有一間屋咧，佢哋都會成立一個唔可以撤銷嘅信託呢個信託其實係乜嘢咧？你成立咗之後咧，裏邊嘅信託裏邊嘅資產咧，仍然係屬於信託成立嗰個人，即係換句嚟講，仍然有呢個資產增值稅，仍然有呢個遺產稅嘅咁呢個咧主要係避免咗將來你唔需要去做 probate 大家知道，如果走一個法庭嘅程序咧，就可能會牽涉到可能1年半載嘅時間你嘅繼承人咧先至可以順利攞到你嘅資產。咁另外一種咧，我哋叫做 irrevocable trust。irrevocable trust 咧係啲乜嘢咧？就係一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唔可以修改嘅信託咧，最主要係乜嘢咧？就係你將你嘅資產要有一個好重要嘅喺法律上嘅定義，就係你要放棄晒所有你呢個資產裏邊嘅任何嘅權利你先至係屬於正正式式一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因為呢個情況係乜嘢咧？尤其是啲稅局好多時同一啲即係比較有錢嘅資金嘅人唔可以修改信託嗰啲咧，佢可能會進行一啲打官司嘅，因為喺個稅局嘅角度咧，認為你呢個雖然你嗰張紙寫住係一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但係實質上你嘅行為、你嘅性質係根本就係一個可以修改嘅信託。如果係可以修改嘅信託情況下咧，呢裏邊嘅所有嘅錢咧，都係屬於嗰個成立信託嘅人嘅遺產嚟嘅咁呢啲情況咧，經常都會出現嘅尤其是稅局佢會覺得懷疑你呢個信託係根本係一個用嚟係想避免咗未來嘅遺產稅，但係實質咧唔係你原來喺在生嘅時候，你啲錢擺咗落個信託度，但係你仍然可以攞錢出嚟使，你仍然可以隨意可以喺裏邊信託裏邊嘅屋可以喺邊住，又唔使交租隨意可以攞啲錢出嚟去做其他嘅投資。咁其實實質上咧，你呢個信託咧就唔係一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係一個可以修改嘅信託。咁呢個就會做唔到呢個情況。咁如果資產值相對比較高嘅咧，我哋就會建議投資人就可以成立呢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將一部分嘅資產轉移咗入去，就變咗喺呢個資產日後將來咧就唔會變成佢嘅資產增值或者一個遺產嘅部分，而自己留住嘅一部分咧就唔超過頭先我講嘅1399萬咁嘅情況下咧，佢未來嘅錢咧就唔會有呢個遺產稅嘅問題。呢個就係唔可以修改嘅信託嘅一個方法。另外咧一種咧就再複雜啲嘅我哋叫做外國人成立嘅信託，我叫做 foreign grantor trust。咁呢個情況係乜嘢咧？就係你通過一個外國人去將呢個成立咗呢個信託嘅持有人，然後將佢嘅資產放入去，而你可能或者你嘅子女係成為受益人。咁喺呢個情況下，點解可以避免到一啲嘅遺產稅咧？最主要同埋資產增值稅，因為呢個外國人唔係一個美國嘅居民，亦都唔係美國嘅一個綠卡一個公民。咁佢成立呢個信託裏邊所有嘅嘢放入去咧，將來咧亦都唔會牽涉到一啲嘅美國嘅稅務嘅問題。所以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講，如果你成立呢個foreign grantor trust 嘅時候，你嗰個外國人原來佢將來或者手上已經係有一張綠卡，佢就唔適宜成立呢個信託嘅人。你一定要授權揾一個可以係將來亦都唔會成為美國居民嘅人咧，去成立呢個信託。例如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啲情況，我要知道就係你完全係應該係你攞綠卡之前去做規劃，就唔係攞綠卡之後去做咁你就將你嘅資金可能轉移咗俾你嘅爸爸媽媽，最後你爸爸媽媽去成立呢一個信託
咁將來你係呢個信託裏邊嘅部分嘅受益人，或者你啲子女係呢個信託裏邊嘅受益人，咁你就避免咗喺呢個信託裏邊嘅資產增值稅啦，同埋一個遺產稅呢個問題。咁當然啦，頭先我所講嗰兩種信託咧，就會牽涉到一啲嘅成本啦，你可能要需要通過律師樓啦，或者一啲嘅專門做信託嘅公司去幫你成立，然後跟住就亦都可能會委任一啲嘅公司嚟做呢個資產嘅管理人。咁相對嚟講呢一度咧就會有一啲嘅成本，但係成立呢兩種信託嘅客戶咧，一般都係個資產值相對比較高同埋佢哋都想佢哋嘅資產咧未來咧就係會俾佢哋承傳係俾佢哋啲後代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呢兩種信託咧就係適合嘅。咁另外最後一種咧就係我哋可以成立一啲海外公司去持有一啲部分嘅資產啦。咁呢個持有嘅資產係啲乜嘢咧？咁最主要喺美國嘅稅務裏邊咧，贈與稅咧，唔係資產增值稅咧，其實係會計算你個 cost 嘅，佢個 cost base 嚟去計算。即係話我今日頭先所講啦，買個港交所100蚊，而家370幾，咁我 cost 係100蚊我370幾，即係話我賺咗270蚊。咁但係如果我用360蚊去買然後跟住370蚊、380蚊賣，咁我個 cost 就係360幾蚊，我賺嘅錢就係只係20蚊。呢20蚊先至需要俾呢個資產增值稅。咁佢改變呢個 cost base 係乜嘢咧？就係好簡單，就我賣咗出去再賣翻入嚟咯。但係呢個一定要係你攞綠卡之前去做嘅行為就唔好攞綠卡之後去做。攞綠卡之後去做，基本上就唔成立嘅。咁即係當然稅局就會，如果發現就當然就會有一個稅務嘅問題。咁另外咧就係可以去由公司去持有一啲嘅股票。呢個係牽涉到主要係股票啦。因為由公司持有股票咧，外國公司去持有美國嘅一啲嘅股票咧，不管係上市公司或者係非上市公司嘅私人公司咧，佢公司派出嚟嘅利息或者分紅咧，都唔會有一個入息稅嘅問題，同埋資產增值稅同埋遺產稅嘅問題，因為一間公司係唔會有一個遺產稅嘅問題。咁呢個咧就會亦都係形成咗可以避免咗嗰個稅務嘅方法。一般嚟講係點樣啦？譬如話我有一啲嘅美股揸住啲美國股票，好似應該有嗰個呢間公司係專係可以買美股啦。咁但係你而家唔係美國居民，唔係美國綠卡啊嘛。但係如果我將來我準備成為美國居民，美國綠卡時候點咧？你就好簡單，將呢個帳戶轉落去咗一間公司度由一間香港嘅公司去持有。咁將來咧呢個股票去派呢個利息或者分紅咧，你就唔會有呢個美國稅務嘅問題。咁呢個就係亦都係一個操作嘅方法。咁呢度就大致上就係我所講嘅移民美國之前一啲嘅稅務嘅情況同埋一啲規劃。咁我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啦。首先你要決定咧就係有啲咩居民有啲咩情況下你需要牽涉到美國嘅稅。咁最主要就係資產增值稅、遺產稅。咁最主要就係你係咪綠卡嘅身份。你係咪喺美國居住超過183日？同埋你係咪有美國嘅資產或者美國嘅收入？呢幾類人咧係需要牽涉到美國嘅稅。第二咧就係呢三樣嘅稅對投資人嚟講或者客戶嚟講最重要咧就係收入啦、個人嘅收入啦、入息稅啦。第二就係資產增值稅啦。第三就係遺產稅。呢三樣嘅稅你要用一啲嘅方法點樣去避免咗佢？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免咗佢咧？基本上第一最簡單，我哋就係去改變佢嗰個成本價可能套現啦，將個攞綠卡之前，我將所有我已經投資咗嘅嘢去賣咗去做套現。咁呢個就將來你攞綠卡，你只係揸住個現金。現金好多客人咧都會同我講：我而家身上有2-3千萬港幣嘅資產，我係咪攞咗綠卡之後就要交匯重嘅稅？唔係㗎。因為你要攞咗綠卡之後，你要再將你2-3千萬再賺到錢，先至要交稅，唔係話喺你攞綠卡之前賺咗嘅錢已經要交稅。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你而家有好多嘅資產。咁其實我好多嘅客戶佢身上佢都係身家都係好豐厚嘅。佢都係一樣攞綠卡之前，佢手上可能有好多現金或者有好多嘅物業咁佢一路個物業一路持有，佢咪唔需要有交稅嘅問題咯。咁佢揸住嘅現金，佢可能只係放喺一啲普通嘅定期或者普通嘅比較保本嘅一啲嘅財務產品上面，其實佢牽涉嘅稅咧係好低嘅，好低嘅。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情況啦。第二咧就係你可以轉移你嘅資產啦。
俾一啲嘅你信得過嘅人啦，將個資產轉移咗俾佢，由佢代持啦。咁你將來就係可以俾翻你哋啲仔女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兩個係最簡單嘅方法。第三咧就係要成立一啲嘅信託。成立信託有兩類啦，一類就可以撤銷，另外一類就唔可以撤銷。咁但係可以撤銷嘅信託基本上係幫唔到啲乜嘢嘅。因為唔可以撤銷嘅信託最主要係用嚟咧避免咗呢個遺產認證嘅 probate 最主要嘅作用。但係另外一種方法就係你可以去做一個唔可以撤銷。唔可以撤銷嘅信託，記住一樣嘢就係你一定要放棄晒你所有呢一個喺法例上呢一個資產裏邊嘅所有嘅權利，甚至乎有間屋你唔可以喺入邊住免費住唔交租嘅。如果你將間屋放咗落個唔可以修改嘅信託，但係你仍然喺嗰度居住咧，呢間屋咧喺稅局嘅角度咧，呢間屋係屬於你嘅資產。你如果過身嘅話，你就要俾遺產稅；如果呢間屋有收入，你就要俾收入稅；呢間屋增值，你又要俾資產增值稅，係完全做唔到。所以一定要大前提，你要放棄晒所有嘅權利。第四個方法咧就係成立一個外國人持有嘅信託。咁外國人持有信託，你就係喺你在生之前，你就喺你攞綠卡之前，你就將你嘅資產轉移咗，可能俾你嘅父母，再由父母成立呢個信託嘅信託人，然後跟住就委託可能一啲信託公司啦，或者信得過嘅另外一個人，我嚟做呢個我哋叫做 trustee 咁就我嚟管理呢個信託，然後跟住原本資產持有人咧，佢哋啲仔女可能成為呢個信託嘅受益人。咁你都喺將來某部分喺放咗入去呢啲信託裏邊嘅資產咧，就避免咗呢個資產增值稅同埋呢個遺產稅啦。咁基本上就我哋有各式各樣嘅方法，但係我最終講咗一點就係，就千祈唔好諗住你係可以100%避免到唔需要交美國任何嘅稅。呢個觀念咧，我一直都同客人講咧係錯嘅。你點樣多多少少你都會，譬如話移民，我都會帶啲錢過去啩，我都會有買間屋啩，我都會將來點。其實你有部分需要交稅咧，其實都係正常嘅。但係其實你都睇翻美國嘅稅率咧，唔係相對真係好高。咁當然就係我哋移民之前需要做正確嘅方法、合法嘅方法，去將你嘅資產去減到最低，去避免咗某部分嘅資產增值稅或者遺產稅。今日我呢度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可以嚟到我哋嘅 booth 啦，我哋就係American Lending Center ALC，就係美國投資移民區域中心咁我哋係唯一喺香港有自己辦事處嘅美國區域中心我哋並唔係一啲移民嘅中介嚟嘅咁所以你哋如果需要辦投資移民咧咁可以直接揾我哋，咁我哋係美國區域中心嘅代表咁我哋有自己嘅項目啦，我亦都有自己嘅律師啦咁我哋就同你可以安排好晒點樣移民整個程序如果大家亦都有其他稅務，甚至乎移民美國嘅一啲嘅教育其他生活上嘅問題咧，亦都可以歡迎嚟到我哋嗰個攤位度，我哋可以有同事咧逐一同你解答嘅。好多謝大家今日。